3层楼高的碾米机，深幽的仓库，坐落在台中石冈的老谷仓，像时光回廊，诉说着日据时代的老故事。它是代替政府征收税金的地方。用稻米替代税金的年代，谷仓等同于金库，已经有了保险概念。盘陈在谷仓里的主编器具，乍看以为是个捕鱼笼，却有保护税金的智慧功用。这个是世界上最早期的除湿机，它就是通风散热透气用。曾经每个乡镇至少要有一个谷仓，石冈谷仓至今保存最完整。但弃置的老谷仓有何用？一度传出要拆除。921大地震屹立不摇，意外找到生机，成了抗震活教材。从底下到屋顶都有斜撑，就是斜斜的，有没有？那个叫斜撑，斜撑越多就越不容易倒塌。斑驳泥墙是最好的教学模型，以竹片为骨干，再附上粘土。这种特殊建筑称为编竹夹泥墙，能减轻建材重量，增加抗震功能。柱子跟柱子的中间用竹子编起来，编好了以后呢，用泥土加稻草，这个稻草就增加它的韧性，比较不容易皲裂。这独特的竹编夹泥墙，其实最大的特色是要降低我们气候造成的干扰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说中部地区这里的气候很宜人，要不一个田是懂熟受，但是湿度还是偏高，对不对？这种建筑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冬暖夏凉。啊，冬暖夏凉，冬暖夏凉。对了，环保意识抬头下的绿建筑概念，几十年前的老谷仓已经有了雏形。静静度过被遗忘的时光，却更彰显价值。要不一个田是懂熟受，懂暖夏凉。要不一个田是懂熟受，懂暖夏凉。